麦记和小西西。啊，好热呀！吧，全部是汗。那它不开始了。香糖果冻。哪个回来？邓芝回来了吗？邓真、邓芝、罗尚、王秀、吴京也回来了。大布、小罗、欧姆、马错，是马龙。太热了，我要吹风扇。过来，邓真，第一个邓真，邓芝，第二个邓芝回来了。没有关注他们那个抖音也没看，现在。老桑，罗秀，吴京，高个子阿布。小罗，这是欧姆，拉错，他的问苏拉，这是丽丽的吧？丽丽，终于回来了，过来了，嘿嘿。有姜母，哎，娃娃的这个拉哈布娃。噔，志哥，老胡，哎呀，我以为老胡叫他去那个成都，他肯定不会去，因为他有女儿嘛，没人照顾他，他走不开。这个是那个7医院的急诊科医生宋医生，这个是那个，这个是没有跟你们说的，好像是。这个是谁啊？这熊臭吗？好像是哦。认不出来了。好
票，好像是。芒果圈里的康宁哈，后面那个有意思，他跳舞跳的也很好。啊 ，hello，不会呀，你们都认识这么久了嘛？你不是认识他将近1年了嘛？他也认识你啊，是不是？你摸他嘛？叫欢欢，你就搞忘了嘛？欢乐的欢。哎，不用，直接包，先摸一下他就行了。2个人10个人包。老板也认识啊，真的嘛？真。对啊，你妈妈在那边。八套馍要身材高大一些，他脖子很高。曲珍还蛮亏的。曲珍安排是9月几号，我们去昌东，去拉萨好像，我不知道到时去得了不？我们全家人也要去。我说他们因为我知道到时有没有事儿都不知道啊。说的要说，这个卖鸡和小西西，哎，不是卖鸡啊，是的，看这啥？加他的抖音的，他应该不是卖鸡，是这啥？忘了。现在人比较多了啊，人气在回升。因为8月几号，慢慢都要回来了嘛。那耍把子耍1个月嘛，有些还早。Hello， 这用词儿。快，你不对。哦，对，就这个可以慢慢调10分钟。哎，就好了吗？啊，够了，再说的可能。首唱不歌也可以啊，调10分钟。是不是有的时候当他播的是外面的时候，还挺时间会找到那个？对呀。老板，你认识吧？我应该他认识呀，都认识啊。不咬人。不咬人。我有。记得他吗？啊？你记得他吗？记。他们冬天来的吗？啊？冬天来的吗？我是以前回老家。啊。大妹还记得。也是在冬天啊，记得啊。大妹。但也是好像是在冬天过年。他不用抱了他现在太热了，知道吧？你看他热得不得了。你看他吐这就是吐舌头的，吐舌头。对啊，他就很热，泡了之后他不舒服。冷的时候都这样。对，狗狗太热了吧？它是不是有一个鸡蛋？鸡蛋，他不吃鸡蛋。哦，你那个橡胶的那个。这小朋友跳得好。
对，这个转圈圈嘛，它这个转圈圈，它的转圈圈。就是你家狗为什么跟我家的狗长得一模一样？都是那个品种啊，都是博美嘛，那就是一样啊。这个好多人都有我的。博美长得很乖嘛。但是我那只狗，这个黑色的掉了。黑色什么掉了？这个眼睛哦，一般不会哦。它这种没了。哦，但是还是长得很乖呀，不管它。应该是它生病了。它眼睛那个圈圈没有啊。不过我家狗狗。哦，好热呀，全是汗水。我一点都不热。你没跳舞吗？我再跳，都不热。对啊。哎，几点？现在不会就停了吧？8点40，好热呀！星空。热瓦香，先吹点，吹风扇。等一下这边，哎呀，好凉快一点点，刚刚电风扇吹一下。后面还有15分钟左右吧，刚刚在车上也放过来吧。奔驰的全身是汗。估计这几天回来了吧。这拉布啊不像，一点都不像。这拉布是随时在微笑，就随时保持微笑。后面那个是，而且穿新衣服。
90个人送的，没看了，没拍到。基本上他来了和每天都有送，没事儿，就应该是热伤风吧，应该不是新冠，就是空调吹多了。老是咳嗽。这个小朋友多少岁了？13、14岁左右吧。好多新歌，对吧？这个小罗也是在坚持，他跟大家带新的舞蹈，希望他失败，哎，不是。洗个手吧，好，去洗手间洗手去了。这个小朋友10多岁啊，挺好看的。哎，应该只有13、14岁左右吧。
男生的跳舞都跳得好，节奏感那些啊，这个哇塞，应该是和曲张错的一些都是差不多的级别了，都跳了好多年了，就是3、4岁开始跳，能够走路的也会跳舞，小蓝舞啊，东西错啊，应该是那种都10多年了吧，应该。对啊，很有前途的。看跳舞、看舞姿就看得出来了吧？这个是雍特尔。哎呀，过来。哎，小朋友，你叫什么？多大了？13岁吗？我就13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有真哦，有真哦，以前来过的嘛？是不是？以前来过这个跳过的。等等嘛，第一次啊？哦，有真就是指友好的友，真是这个真吗？有真啊，13岁。13岁，他名字叫有真，友好的友，珍贵的珍。曲上错还暂时涨不了，所以他那个先天的那个应该要13岁以后啊，14岁吧，应该还要涨。哪里的嘛？他是优真，他叫优真，友好的友，珍贵的珍。13岁。哪里的？哦，没问那个地方。他第一次来，我以为他那个来。叫啥名字嘛？优真，友好的友，珍贵的珍，优真。友好的友。珍贵的珍。13岁，差不多。我估计13、14岁差不多啊，猜得很准哦。或者比较高。哎呀，黑天鹅都会跳舞，看吗？每一个舞曲都会跳。就是曲张错的人太多了，上区里面还有一个小木木、小拉姆，还有永喜错，还有就是帮助他们挖掘了很多新的，都跳得很好。抱不抱？抱不抱吧？要不要抱？抱不抱哈？自己。
邓紫是跳过最认真了，什么还是最多的。全是海鲜。条条人都不在了。好了，一直在坚持啊。吃点。你去哪了？没有去国外，澳洲。你去国外了？哦，陪娃娃的考察。吃火山嘛。快点，吃一会儿，吃。再散下来。巴布罗，安德巴布罗。这机器散点去。只2个电了。啊，9点整。还跳一个吗？再跳新的嘛。拍、吹，跟机器散热。拿错是这个拿错，他们说拿错是这个。这够多少岁了？5岁啊。你应该买一只嘛，反正每天直播可以那个。我怕把它养死。不得是你哥在。不去害它吧。你肯定养过狗的噻，嘎，每个都养过的，只是说这个方不方便而已。等会儿要下雨，今晚上要下雨，下阵雨，下新高坡。这边看小罗，这小罗的专业的。瘦了，很正常，他们都长大了。这个领舞的还是嘎隆兄，好多歌有一些歌是他自己编舞，这个不知道是他编舞，不知道应该等会问一下才知道。
纯儿，黑石头永纯儿，后面是右真13岁。没有了吧？还会跳吧？这动动好热呀！刚刚放的叫啥名字啊？啊，我也不知道，等会儿我给你发。现在薪水有点多嘎。薪水有点高。到澳大利亚去了一次啊，就给娃娃考察学校。哦。结果如何嘛？他决定了嘛，去还是去面留学。哦，可以。昨天没来吗？没有，最近在咳嗽啊，一直咳。可以。热伤风。你感冒了吗？就是吹空调吹多了。肯定嘛，天天吹空调我也照顾。划到他耳朵上。好高啊！嗯。把这个划到你耳朵上。这样干？这啥？今天藏装也穿小，为啥？够神奇！明天星期几啊？星期3了嘛？明天星期3。早点过来，我今天主要是过来聊聊，说一下情绪。吹一下。我2块2块。这个这么大。主要给相机降温最好。一会儿就过热了。这个设备你在哪儿买的？啊，这个降温的设备。这个啊，国内潮的啊。哦。399，399。你在网上买的吧？哎。哦，那可以。这个叫啥子？专门。不，它是降温器吧？降温跟那个降温就是涡轮风扇，它就是降温的。主要是给相机吹灰尘啊那些，好吧？好热吧，好热吧，好热吧！哎，不跳了吗？啊，他们都全部都跳了。哦哟，温度可高了。前面是我们7点半到5点半。对。我送你一个狗。一样。结束。我去休息啊，太热了。那你可以的，那就把提前准备好。对。这个。我叫梦。过来吧。对，我就说你应该提前弄好，不然拍出来都没那么好看。明天热哟。哦，明天要。我有啊，要吗哥？哥还要吗？舅舅我有啊。真的吗？哥我有。你看嘛，要不下雨了，有闪电。可以吧？有那个。只要去。嘿，就不拍了，相机。
加绒就很厉害的。那个小男孩没来，七月你说的是那个加绒龙舟吗？木头的木吗？那个放牧的牧，牧人本色。牧人本色啊，牧人本色。对，那个加绒龙舟现在在境外经常都他的很多新舞都靠他领。他学新舞特别才14岁。我知道。才14岁是不是？还有15岁，14岁。他刚来的时候没有那么会跳，他刚来我就认识他。那个时候他还长得都要小一些，没现在那么胖。刚来的时候就看着就像小孩，过了一段时间长胖了又长黑了，就看着要成熟一点。小孩哥14岁，他叫加绒龙舟。他最早来的时候他在庆阳宫。他在学那个学中文的嘛，是吧？他在高中桥里面学中文。他经常在摆摊的嘛，我听他们说他经常在摆摊的嘛。谢谢那个跟嘎拉姆分享直播间，感谢。小胖叫啥？小胖我还真不知道。等会儿问一下他吧。好，待会儿问一下他。后来他们叫美团那个叫啥？派货他，搞羽毛客哈。全民搞完了应该有。扎叔在带他们学那个新路。牧人本色。拉姆学会没有啊？这个还有拉小姆也在哦，你们两个学会没有啊？这个我还挺好听的。小胖是藏族的，小胖是那个青海西宁过来的，他是藏族的。他抖音写了一个什么东拉小胖，然后我待会儿问一下他们的话。有点卡啊，那可能今天信号不是特别好。啊，你今天是在上班还是没在上班啊？我觉得你们上班挺好玩的，还能偷偷跳会儿舞。你看好多人啊，这儿后头取暖啊，做小饭啊，还有中二。今天这是水热的。我后面啊，今天还有那个东真在后头，还有谁？还有小扎西在这儿，就这几个。大部分人还是都没回来。登次应该也在附近吧？好，这交易问题。哦，小孩哥来了。那你咋没来啊？那个加绒龙秀，你也没来跳吗？事情吗？你师傅天天现在在打西部。对，你刚刚跳的好，安多拉布，他跳的特别好。他这个是非正式跳，他一般不会穿。他要是录视频，他就要去把衣服穿上。他的那个电视机我看不见。我估计他的装备就放在他的，然后需要穿的时候他就把它穿上。好的。
对，这个是安多巴部落，这是那个罗桑巴丹的，好像是新歌。那罗桑巴丹还是罗桑巴丹？
娃19岁，健身小胖。这个小女子跳的哈，不像那个我们看的，他往前都在这儿跳，跳得好得很，两个都是 OK。就现在那个我们看他跳的哈，我们看那个。没电了。咦？没电了，我的天，电了，你带了吗？有没有影响嘛？有是有影响，后来有影响拿营养出来，但也不是嘛。我想走的时候狗就不好走的，说实话。想走了，那边给他跳个大个走了，狗是拿影响程度都没有。我有影响肯定。哦，你田老师3000块钱的影响。都说你拿走就好了。别给他跳个啥可拿走呢？那没那，有时候一般跳的就收了嘛。他们那边他们有武警，他们都有，只是没拿过来。3000块钱的。这个跳咋搞走？不是不是。他有些搞得很晚的，真的跳你咋搞？我这个没咋可拿走的，我是有。我以前买了一个。我以前我爸给我买那个营养效果声音太差了，声音太小了，我给去针了。你想我跟你说，不是几天都别拿去，有镜头影响的哈。这样买说你一下。哦，那你练过在昨晚上嘛？来，你练过的嘛？你练了？真的肯定练过。可以影响什么特色？我的影响都是我都没镜头影响。我以前买那个索尼那个呢，买的是399买的。声音小影响是不是？我是买了个小很小的。声音嘛，我给去针了。我怎么晓得？怎么拿嘛？我才买了个，怎么拿去了？比较新用的没啥用过的，只是送给他了。晓得是吧？多少钱一个对不对？哇，这个效果太好了。这就是音响的嘛，这投资音响好，花了3000多块钱。哦，3000多啊！下雨点了，小雨。对啊，肯定啊。
那里。这个跳的舞步很累。
老板过来。打到你没有？没有。老板过来。老板过来哈，不要去电梯哦。开始。人中光多呀。